OK， 来，扫完杯中酒，转场去酒吧。看，我大，你喝。你怎么可能会比我的大呢？对呀，你看，我也是嘛。我比你大，我1比你大，喝吧。来，我给你一个。给我来一杯长生不老的灵药。OK。什么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啊？要不我们也喝一个？我觉得可以。服务员，这里2杯长生不老灵药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。妹夫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对了，简溪这么晚了没回来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啊。哎，但是他这么大人了，又不会弄丢的。哎，妹夫，你别出去了，说不定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她可是你的表妹，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不担心她吗？干杯！